条路区国家公园地动了后，有真侪景点拢有放落来进行，甚至有桥登去。不过，台管处表示，伫苏花沿线的惠德步道、中春树步道等等，相对起来受损无遐严重，要拼3个月来修复，也让园区会先开放一部分。时间人员列队怪手放规牌，甲花莲县副官员全体一鞠躬向离咱的孔老师来致意。天龙市大楼主体拆除伫在后15天，那关系来进行，那协助检方采证，那救援调伫内底鸟仔甲鸡仔，17种鱼拢拆完成这拆除的任务。蛮困难的，本身倾斜20几度需要钢梁来支撑。在拆除的过程中，非常多的余震，它不断的倾斜。目前就是会进行周边的自来水、电力、耗资，还有路灯的复原动作。虽然这拆除的作业正式告一段落，也毋过受灾户徛家，也有房屋重建这工作拢也等待进行。另外，等待修复的也有这个花莲的泰鲁阁。应对洞穴内底看到结构美景的九曲洞、和土石拢砍掉咧。另外，使看到真侪石宝架岩石的假洞步道，崩山了后拢变形啊。也有对影仔口会使看到峭壁溪谷形成的一线天景色，这种步道也拢断了了。数一保存区的坠落古道，更加互大石头拢砍掉咧。另外，也有小坠落步道这所在，勘测了后也发现断桥。本来初步判断是会比较轻微，不过这次。管理处的同事进去勘察又真的会比我们初步判断的还要严重，坠入古道啊或九曲洞等等，可能就是尽量来努力。那我初步如果可以的话，我们希望能够在年底有一个初步恢复的一个景观出来。泰鲁阁壮丽美景和强烈地动摧残了后，即阵美景不在了。台管处也坦白讲，真侪热门的景点甲步道灾情比有先想的更加严重，真侪土石崩落来，荷兰残桥毁损。不过，苏花沿线像是惠德步道、中春树步道受损是相对较轻，上近3个月来修复开放。从921的地震的经验，或者从日本大地震的这些经验，要让一个地区要让它稳定下来。恐怕需要的时间要到10年以上。有一些这个步道其实是临崖的，这些呢都是大自然存在的一些风险。泰鲁阁及保景区会赶紧来修复新开放，除了损害较无严重，当然也考虑这个观光因素。有学者无反对，不过也提醒讲，尽量甲大自然和海来处理，减少风险的产生。记者综合报道。